一場意外連結咗社區嘅心。喺舊年年尾，我哋屋企好不幸遭遇咗火災。爸爸媽媽雖然身體上冇任何損傷，但係兩個人嘅心情都跌到落谷底。一生人嘅安樂窩就係咁付諸一炬，好幾晚都瞓唔到。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與社區同行。事發之後，中心嘅姑娘仲好擔心佢哋兩個嘅情況，就話上嚟屋企家訪啦，陪伴佢哋，幫佢哋籌集物資，包括衫啦、日用品啦、食物啦，安排覆診啦，攞翻啲藥物啦，甚至情緒舒緩，令到佢哋兩個嘅情緒可以迅速咁樣穩定翻落嚟。自從佢哋翻咗中心之後，佢哋兩個都開朗咗好多，開展咗佢哋嘅老年社交生活。同心守護，暖心足跡。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嘅一班長者寫下鼓勵祈禱，點燃燭光，將心意折成紙鶴，祈願每一隻都承載住祝福，同時都將關懷化作一朵朵嘅太陽花。我哋亦走進學校與教會，舉行危機事故簡報會，為中小學提供情緒支援，陪伴有需要嘅居民，並轉介心理及精神科專業協助。我哋以行動為大埔宏福苑居民注入暖意與希望。感謝香港浸信會聯會嘅支持，於長者接受中醫義診後，提供藥物資助，安排接送就醫，並資助陪診服務。透過中心活動，舉行心靈茶道，替受助者安裝家居扶手，資助參與團年飯，提供購物券，甚至以 AI 修復珍貴舊照。每一步都係為咗同你攜手共度難關。我哋與你讓愛延續。我好多謝浸聯會捐出嚟嗰啲禮券，幫助我哋日常嘅生活。我咧就覺得嗰啲禮券咧就幫咗好多啦，譬如好似而家天氣涼咧，咁可以買啲暖風機啦。遲啲若果係天氣潮濕，又買個抽濕機。多謝嗰啲贊助商啦，同埋係咯，俾我哋有嚟到呢度學習佢。今日好多謝葉師傅教我哋點樣去沖下茶啊，即係享受下今日嗰個好寧靜、好舒服入到嚟就好舒服嘅地方，享受下，同埋即係等我哋嘅心靈咧得到平靜。多謝浸聯會安排呢個茶道俾我哋去靜一靜個心，係 OK 嘅，係好好嘅。好感恩浸聯會嘅幫手。我哋會係即係忘記過去啦，盡量向前看咯。